日本央行今日宣布升息调到1%，日股也捌冲破1万点。另外，台股早盘起起落落，最后收在45809点。家人险做兵，新北地方法院今日开庭审理，传9名家人含9名民众出庭，因拢伫咧法庭认罪，就是希望会当减轻罪行，或者是会当加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 Meta 下面的这个社群平台呢，伫台湾发生熊熊甲人停权的灾情，受害者在今仔日也有继续伫咧增加。这停权的原因，大部分拢是讲你无满13岁，受影响的有一寡网情、政治人物和媒体。那 Meta 是回应讲，因为技术出问题，造成判断错误。所谓发展部也强调，初步判断是技术有问题，唔是针对特定族群或者是人士。那 Meta 这边呢？也等咧修理当中。据调查采访出名的网络媒体报道者，伫并且官网公布伊 Threads 甲 IG 官方账号遭到部有警停权，已经向平台提出申诉，积极处理当中。Meta 一开社群平台连续出现大规模小号遭到停权的情形，原因大部分是未满13岁。受影响网行巴掌馆长等人，抑个前立委陈碧桂、民众党创党主席郭文泰等政治人物，就连中央社、公视新闻网等新闻媒体也受影响。我又被封号了，而且是永久封禁，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办，又造成你的那个演算法又流失掉你很多那种，自然流量的受众。就只能等啊，就跟一般大众一样。FB 还在，也没有违反过社群什么规则。像支持者还有我的粉丝去讲说，我的 Thread 突然被停了，一些成型的部分，我就请他们转移到 FB 去。司法部接到民众订正了，已经甲 Meta 台湾公司联络。Meta 表示，唔是针对特定族群或者人士，也声明指出，强调因为一项技术错误，少数小号被误判是未满13岁使用者，来积极处理关键修复。已经有跟 Meta 去做联系，然后请他要提供管道，如果有因为误封所造成的这个账号下架的状况，能够技术的协助民众来做一个复权的处理。学者分析 Meta 为符合后面的所谓法令规定，设有青少年小号保护机制，限制使用者爱满13岁才能使用。研判可能因为机制较严格，技术发生问题。看起来，脸书它其实比较像是针对的是这个儿少。目前看起来就是它的那个判断上面的一些AI 机制比较严格，那或者是没有经过妥善的测试。根据 Meta 提供资讯，用户小号遭到停用的时阵，会伫想要订接的时阵看到说明停权的通知，使用者应点选要求审查或者是申诉。伫点击 App 当中提交申诉请求 ，Meta 也向司法部表示，会赶紧处理遭到模仿社会该项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央行今日宣布升息1%，基准利率对0.75%调到1%，是1995年以来新高，符合市场预期。这一个月半中有冲破7万点，最后是起小看收伫咧69404点。若台股早盘起起落落，加权指数呢一直冲，最后是收伫45809点。另外另外一方面呢，这台湾美国的商会今仔日公布着年度白皮书，搁再讲到台湾能源供应议题。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就搁再发声，讲政府会确保讲2032年进前供电无问题。拜二亚洲股市盘面归变红，韩国股市收盘时阵是起2.1%。一那日本的股市盘中是由乌变红，第一遍冲破7万点，收盘是69404点，起87点。因为日本央行公布货币政策决议，将基准利率自0.75%调降1%到1%，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创31年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代表日本结束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価格上昇の動きが幅広い品目に波及したり。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上振れていくリスクがあることなどを踏まえまして、本日の会合では、4月の展望レポートでお示ししていた金融政策運営方針に沿って政策金利を引き上げ、金融緩和の度合いを調整することが適切であると判断したところです。一那台股早盘一开始起起落落，盘中开始冲悬，收伫上悬45809点。专家讲，办是美国联准会加台湾央行拢要公布上新的利率决策，台股会受影响。
推估本周这个美国联准会呢，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哈。那因此呢，央行在6月的理监事会维持当前的一个利率政策呢，应该是比较符合目前经济情势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分析师讲，台股经过这礼拜几落项消息，可能会起起落落伫咧整理，互市场较稳定。后礼拜有机会再再冲高点。一个有就是，台湾美国商会16公布2026了台湾备配书，除了重申台美经贸伙伴关系重要性甲深化，也希望台美应该优先合作，强化经济安全，优化法规起因投资，也建议台湾要把能源韧性甲电网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The key thing is predictability, stability, continue to enhancing the grid. And we see progress in that area with our members. Our members are all looking into that. 国发会主委叶俊宪讲，政府会维持供电稳定，这么已经盘点未来能源供应的计划，一直到2032年进前，整体供电无问题。另外，一个已经第二遍能源转型，一个增加电网的韧性，这块来建造自主、低碳、高稳定的能源供应系统。记者综合报道。加州一个查甫囝爱进的国家义务就是做兵，说是有人要嫌做兵。这新北地方法院今日开庭审理团9名艺人和几多名民众做回来出庭，因伫咧法庭拢认罪，也强调符合自首要件，目的就是希望讲透过自首来减轻罪行，或者是会当加罪。无法出现报案人日前伫规方行嘅律师边啊，对着后边有 Energy 前团员邓进光、索克斯前成员廖金水。看到阮迄镜头马上用走的，伊是本名柯孝准的演员柯福基。歌手周汉生虽然无回应，暗过2摆鞠躬。为艺人到数字54人，16被团还到庭，拢是加一多兵风波。最单指定组队的闪兵集团犯案，闪避1到2年并刑，其中9位到庭演艺圈的查甫并且廖金水、邓武天、阿达等人拢经徒刑，即摆拢认罪，主张符合自首要件。尤其邓进光的律师强调，为邓进光自首了后，带动其他艺人自首，请求缓刑。李慧芳甲阿达律师希望艺人无前科，一心公益，争取缓刑的机会。现在就好好面对司法的判决，很抱歉做了不好的示范，不好意思，谢谢辛苦了，谢谢，对不起。检出发现双手合适唯一有回应的艺人阿达，从经常向社会回失礼，精神做不好的示范。因为全部被告认罪，专案用简式审判，按算7月29号开庭一摆，到辩论终结。法官伫最后佫讲，闪兵行为是逃避国家的重要义务，若最后判缓刑，会有支付公库，或者是一号劳务等附加条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高雄民生病院天狗节群聚感染案，疾管署公布上届新的检验结果，6名本土个案的病毒基因序列，拢是含这越南带病入境的个案相像的，拢是这天狗节病毒第2型。上早发病对越南带病入境的个案，伊就是感染源。这站群聚感染案，已经有7例了，也监测到7月12日。疾管署也有成立这防疫队，落南支援这防疫的工作。高雄市民生病院正正是爆发天狗节的群聚，为着厘清感染源，疾管署是紧急采检病人的血，做基因序列的比对。疫调显示，指标个案是三明区70多岁的女性，住院期间刚被房的接触者，是包括5例登照机构转过来的住院的病人，含1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结果患这6个本土个案病毒的序列，拢含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相同。研判上早发病的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就是感染源，这嘛是8当过来第一摆出现病院天狗节群聚。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那是天狗节，日本脑炎嘛是经过网传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疾管署公布新增加1个日本脑炎的本土病例，是当无拄满3个月的查某红兄，是伫5月后半个月发病，住院的期间是持续有发烧，含有阴性丢这镜头，经过采检，确诊是日本脑炎。目前搁在住院治疗，感染源搁在厘清，这嘛是国内史上上少回日本脑炎的个案。
比较严重的情形呢，可能会出现意识状态的改变啊，或者是像全身无力啊、神志不清，可能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有造成昏迷跟死亡的情形。那这个致死率可能大概是有2成到3成左右。疾管署提醒预防日本脑炎上好的方法，就是做日本脑炎的预防针。另外，高雄民生病院天狗热群聚感染的事件，加起来已经7例，拢是天狗热病毒的第2型。目前疫情还无摊开的情形，按算的监测到7月12日为止，疾管署嘛成立机动防疫队，路南去支援各项防疫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爱钓鱼的人爱特别注意哦，真侪人爱钓鱼，不过这钓竿呢，拢摕来乌白乱摔。高雄钓一个眼科医生收治一位患者，讲是呢，这钓竿呢出海去钓鱼时阵，钓竿摔一个伤过大力，钩仔就喷倒转来交到伊的目睭，而且这海水内面有细菌，可能会感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准去交到这危险的部位，一定爱互医生处理，千万唔通乌白家己带。民众按目睭行入诊所，病人摕钓竿，场面有点怪异，状况煞真危急。因为民众目睭互鱼钩交掉咧，暗过钓鱼线加袂长，连人带竿来看医生。同港的啊，甩竿无细哩，可能迄交掉了目睭啦，系啊，我就足紧张的，后想讲要用手去用，但是我朋友讲袂使。鱼钩有倒钩设计，直接救出来，恐惊造成目睭前搁较大的伤害甲痛。医师检查了，先切断钓鱼线，搁细致调整角度，才顺利提出鱼钩啊。好在这鱼钩啊，敢来交掉，下结无造成目睭前破去。勾住的时候，它拔都拔不出来，然后所以说它越拉越痛。然后我就点个麻药之后就，就是反方向嘛，往前推啊，就一下就好了。不要去揉它，因为越揉的时候，万一是钓具会把眼睛里面破坏。大家第一步花咧钓鱼啊！台湾是海岛国家，有袂少爱钓鱼的人。医师表示，鱼钩伤人常常看到，常常受伤的部位就是手甲手指头啊，第二是头甲面。若钩伤过深，或者是钩入目睭这危险的所在，一定要赶紧看医生。伊钓做离水时无吼，离水变轻啊嘛，啊钓竿反弹起来，去跌到，受了伤紧啊。这种足少。也不要太大力，慢慢打，它就不会勾到。医师表示，海钓时阵，互鱼钩钩伤可能会钓地面，还有互困。自身的钓客提醒，抛鱼竿都要注意周边是毋是有人经过，这边伤到人也伤到家己。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最近有几多间学校少年线接到电话，讲有人要来捐钱，说是要甲人拐口座，或者是骗个人资讯的诈骗电话。学校就讲，这对方卡来讲，什么囡仔捡到钱要甲囡仔表扬，愿意捐钱。对方讲话说是颠三倒四，感觉怪怪，学校落尾是无防骗。那教育局表示讲，目前高雄呢已经有5间的高中、1间国小接到类似的诈骗电话，其他县市也有学校接到。那教育部已经通报165。透过校安中心通报学校，就要注意这款的诈骗行为。高雄小港1间国小5月底接到自称是建设公司头家卡来电话，讲因学校的囡仔捡到钱无按卡，要捐钱给学校，表扬囡仔好品格，鼓励老师教教，爱学校提供考座。不过因为对方连伊讲是13班的囡仔，连伊讲家己的电话害去，讲话业拄啊好负责的主任人无伫咧，无随做处理，落尾也证实这是新的诈骗手路。第一时间觉得很奇怪，但我们就没有去理会它。直到27号，我们就是有收到，就是校安公告上面说，也陆陆续续有因为学校接获到类似这种要捐款、要账号的类似诈骗的事件。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警觉说，这个事件可能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可能跟这个事件是有相关。近迄段时间有真侪学校拢接到类似的电话，教育局也证实，高雄有5间高中、1间国小接到诈骗电话，加在无人受骗。其中有高中校长讲，诈骗集团共款讲要捐钱，要求加学校的通讯群组，然后偷摕人的相片，用假效果去共拐钱。高雄市刑警大队表示，这回歹徒选择学校来诈骗，就是要用学校的名号来洗钱，也是拐钱，骗取民众的信任。歹徒先引导其他被害人将款项错误汇入学校，再以汇款错误请求退款为由，要求校方转汇至指定的私人账户，企图利用公家机关
洗白赃款。因为北关市的学校冇接到类似的电话，教育部已经通报105，同时透过校安中心通报各级学校爱注意。警方强调，接到无熟悉的电话，除了唔通提供个人信息以外，嘛爱加去查证，才袂受骗了钱。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邓慧钦，伫咧113年表出讲，甲人收钱替人名，在这专班的硕士生、学博士生，找人盗写论文，甚至是亲身落去盗写。结果头地方法院15按照贪污罪，甲这2名教授判刑7年含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专案也会当上诉。学生人数超过26000人的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是全国上大的科技大学。不只个113年所传出，监管系2名专任教授王嘉南、邓慧钦涉嫌甲学生收钱，以硕士10万、博士32万的绩效来代写论文，考试的时阵买到护航。检方查出，拢总有2名学生靠这款手法摕到学规。结果头地方法院15对8名涉案师生宣判，其中王嘉南、邓慧钦以贪污治罪条例被判有期徒刑，成为全国头一个因为被学规被判刑的教授。唐慧清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月。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请教授帮你代写，那当然是肯定违法的。应该不是自己的创意啊！唔但2名教授被判刑，涉案的6名学生也分别被判6个月至7个月有期徒刑，管刑2年至3年不等。对此，高雄科技大学表示，学校非常重视学术伦理甲自律，代志曝光了后，就需调开教评会，对涉案的2名教授甲6名学生来做出定处。唐姓老师，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立即的召开教评会，把该名教师呢给予解聘。涉案的王姓老师呢，给予终局停聘2年。那么对于涉案的学生，那也给予撤销学位跟毕业资格。高科大强调，因尊重法院的判决，因为目前也会当上诉，校方会继续追踪，会针对审判的内容来召开专家会议，不排除会阁启动新一轮的行政定数来处理。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6月1日会带下党派立委访问美国，这抓除了会去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也将有可能会和华府也个国务院官员、参众议员等人士来会面。另也是呼吁韩国瑜呢爱清楚表达台湾国会目前的现况。也那这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邓丽文今是对美国回来，虽然无接受访问，不过那也强调讲，因拢有把这台湾社会无同款的意见传达给美国。好，谢谢大家早，大家早，谢谢。在那透早到台湾，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继续2礼拜嘅访美国行程，到培灵记了后无做回应。也那野党内头人最近小连续出访，除了陈立文，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拄对澳洲转来。台北市长蒋万安是14到新加坡参与世界城市高峰会。台湾院长韩国瑜也受邀请，按上2到17带跨党派立委去美国推动国会外交。我相信他一定会见到比郑丽文主席更高层级，就是科室层级以上的人，因为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我们也希望走出去之后，可以带回来更重要的外交好消息。这个成员按照政党的比例，民进党团由立委邓冠廷、李碧的桂玉晴代表，国民党团10日抽签，抽到林书明、赖树宝甲杨庆英做伙去。民众党团派洪玉祥。根据了解，这个行程有机会见到美国国务院官员、甲国会参众议院等等，而且可以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由我们最具专业的洪义祥委员来代表党团陪同韩院长一起到美国出访，因为他有科技的背景，对 AI 对半导体的产业非常熟悉。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哈，那么就所以韩院长去美国访问，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会外交，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针对南亚头人小连续出国变外交，敢是甲2018年的总统大选有关系？国民党立委强调，会当行向世界拢是好代志，外界免想伤济，甚至认为国民党已经传达台湾社会无同款的意见，和美国对南亚产生兴趣甲期待。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府进前有公布上新的29位监察委员提名名单，其中一个人谢正达，竟透过声明表示认同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决定拒绝提名。那台湾民众党团是表示讲呢，除了主张废除监察院，伫咧修宪进前也爱把这监察院的预算禁起来。民进党团表示讲，这废监察院一直是民进党的主张，那国民党是讲就要经过党团大会讨论。国家人权委员会是好不容易倡议了10几年、20年才成立的，如果没有被通过，那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是没有。进前罗总统公布第7届监察院29位监委名单，引起在野废监院的声音。现时监委继回向烦恼设立监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也受影响，甚至停权，影响未来台湾甲国际地人权议题交流。民进党透过记者会强调的否决全数名单，在修宪废除监察院进前，应该冻结一切非必要的预算。一个监委的年薪大概超过250万哦。那在包含特别费、出国考察相关的费用其实要维系现在的监察院的运作，其实耗费我们的人民的纳税钱非常非常的高。名单份阿爷政治委廖万宇甲新北市政府市长谢正达引起讨论，国民党甚至用把票来形容。谢正达则发出声明，表示当初被定性的时阵，敢若希望尽家己的力量，毋过即马对监院废除条件有共识，家己也认同，所以决定拒绝提名。对是毋是支持民众党的修宪提案，修宪委员会调会之前纳会临时委员表示，是毋是开会爱经过党团大会讨论才决定。先动再废，或是直接修宪都可以，就是说，中华民国走到今天，那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再重新调整的时候？我们一致到现在的一个主张，还是一样主张要废掉考监，也曾经来做一个提案。那反而国民党的态度，其实是不是要把监察院废掉？态度不明。这届修宪委员会已用9件修宪提案大审，包含废除监察院甲废除考试议定、体制变革才规定。宪法的修改要经过3/4议会出席，加经过出席委员3/4同意。宪法修正案公告半年了后，要交由国民否决。有效同意票要超过选举人总也半数，至少960万人才算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桃园机场第3航厦按算明年底完工，未来也会按92座自助报道设备、18台大型电梯，而且呢，到时呢，天顶也有将随时变换色彩的彩云天棚，被打造国际级的航空新地标。超挑人的设计，第3航厦内面外口拢总差不多14万对铺云造型，就像云顶天花，毋但有照明的功能，佫会当透过光源的变化，营造无共款的气氛。伫16个早起，交通部长陈世凯视察第3航厦的主体，伊讲到第3航厦是台湾伫10大建设了后，上大的单一个公共建筑，按算伫明年底会当完工。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航运量不断在增长，好，那我们今年整个桃机的航运量会超过5000万人次，好，那我们在货运的部分其实也增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我们的产值甚至是已经到翻倍。进驻第3航厦的航空公司是以3家国际航空为主，华航、长荣跟星宇，我们会以北美加东南亚，再加上其他航线这样子的一个组成。桃园机场公司表示讲，第3航厦会大幅导入智慧化的设备，会有92个自助报道的设备，每50个自助报道，旅客会当提前3点钟到4点钟完成报道的手续。另外，考虑到旅客楼顶楼骹呢走安全和利便的需求，嘛会设置18座大型的电梯。伫空间设计的部分，未来入境和出境的区域会采取更较开放通透的设计。不过配合第3航厦串接工程，已经驶23吨的桃园机场航厦电车，对7月初一开始部分会停驶。会，可能地下食堂吃饭人就满了，然后会想要到第二航厦这边来吃饭。那如果没有这个电车的话，到这边会比较麻烦一点。有一点不方便，因为如果走错航厦，就是对，就可以搭机捷跟那个循环巴士啦。是。那你觉得这样会不方便吗？
就可能还要就是去看要怎么过去。针对这种航厦对航厦的电车停驶，旅客是感觉无啥方便。特技公司表示讲，管制区内面航厦电车是维持正常服务，管制区外口的航厦电车伫停止营运了后，旅客嘛是当选择机场捷运，还是巡回巴士，拢唔免另外搁纳钱。记者综合报道。新闻伫咧报，电视伫咧播，这毒品的危害是真正。上届惊就是这毒品电子烟走入去校园，新形态电子烟零地杯最近伫咧校园拖甲真紧，甚至有可能会掺这毒品依托米脂。在南投机关接讯的时阵讲呢，这物件看起来是吊水物件，网络也真简单就买到，青少年的防备心自然会降低。教育是回应讲，目前除了拍影片来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也会对源头来甲切互断。平常手提粉红啊色呐，像饮料杯、캔仔，因是看甲无啥啥，完全唔知要安怎用。唔过这其实就是最近豆豆啊流入去校园的新型电子烟黏地杯。台南市有机关咧质询的时，直接摕网络买的黏地杯来检测像这款的产品，即阵仿做是随身碟，也是7毫米，兼个用口味侪无分别的味素来拐骗少年啊使用。小孩子啊会喜欢啊，会抽上瘾啊就不好了。小朋友很小，这个还不太知道。了解，那你会担心吗？如果说像这也是会啊，当然会啊。老师又没有看过这种东西，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玩具，就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那让孩子们觉得这个是可以用的，事实上它是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是禁止的。第一线的老师坦白讲，现出是要抓，确实有影难，因为新型的卡保味和传统的烟真无同。那阵学生用外套暗号咧上课偷食，老师嘛真歹发现。加上网络买真利便，也是学生互相转手卖。最近校园的使用率有提升，嘛显示这个危机。另外，除了学校有装到特定人员，无嘛根本袂当抄册包，这嘛是目前第一线老师遇到的困境。学生告诉我们只要在短影音点一下就可以买了。超商取货甚至走到夜市里面就可以买到类烟品，可能就会利用升旗或者是统一的一个时间播放影片，让老师增加知能，还有学生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教育局今年4月订定电子烟有检验及处置流程，学生如果有使用电子烟的情形，必须接受戒烟教育及辅导。也会同步进行尿液筛检。这类产品若成分标示无清楚，嘛有可能互人掺依托米脂等新型毒品。电提高局回应，有和相关单位合作，翕12支宣导影片来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未来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甲稽查管制，对源头通路到校园来做防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建立超高龄社会推算5年后，这失智症人口会超过47万人。失智症协会指出，讲台湾死因统计分类，指出这失智症不排伫咧10大死因内面，袂当反映讲这国内失智症有偌尼严重。立法院的护生会拜二开专家会议，有学者是讲，目前中照评估较重视身体失能，指出有精神行为症状患者中照资源无够。那立法院失智症倡议推动委员会召集人林月琴就表示，失智症需要下部会法制化甲风险管理，才能打造有韧性失智的照护社会。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估算，5年后国内失智症的人口会超过47万人。失智症协会指出，台湾死因统计时，甲血管性无明是失智症、甲阿兹海默症分开计算。指出失智症伫2025年全国死因，敢若排第11名，甲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的第7大死因有差别。颠倒看袂出国内失智症有偌严重。那其实10大死亡原因一直都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的，因为它的公布之后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共卫生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哈？拜二立法院举办专家会议，讨论失智症政策困境甲倡议方向。有学者讲，失智症是因为大脑功能退化，目前的长照评估较重视身体失能的状况，即使有精神行为症状的时，无长照资源通介入。法院给我说，他们那里面精神障碍的病人里面长照等级很低。没有办法享受到长照资源照护，所以当然很困扰。
另外，有关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目前立法院已经在审议，调野党团有提出版本。立法院失智症倡议推动委员会召集人，民进党立委林国钦表示，失智症唔单单是疾病，照顾的议题是国家下部会爱面对的课题。希望透过法制化进行风险管理，打造有韧性的失智照护社会。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伫咧中部，进前有一名校车司机暗砍家己是 HIV 感染者，和几名女性发生危险的性行为，造成别人感染。外界就伫咧议论讲，针对这 HIV 感染者和接触者，敢爱修法，采用强制采检的方式处理。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讲，强制采检可能会造成疫情调查困难，除非有新的考量，若无暂时维持现有的制度。之前有中部的校车司机涉嫌隐瞒 HIV 人类免疫扩发病毒感染的身份，甲真侪位女性发生危险的性行为，目前已经知影有5个人染到 HIV。外界质疑即卖制度，因为人权的保障，对 HIV 接触者并无采取强制采检，接触者追踪甲管理可能有空隙。因为他让你知道，他就必须去接受到很多强制的限制的话呢，那这些一定会隐瞒自己所有的性相关的一些病史，那你反而让这些人变成一个黑数。专家表示，即马人类免疫扩发病毒传染防治甲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又搁减轻艾滋条例当中规定，卫生单位若发现 HIV 感染者透过性行为等等方式传播了后，会通知接触者应该接受体检，但是接触者会当家己选敢要接受检验，若拒绝配合，也敢若会处罚。除非即马修法改做只要通报就强制采检。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好，不是像有一些这个传染的途径是空气或飞沫传染。那我们要强化的是说，那么在各项的就医过程当中不得隐瞒。赵宗良强调，当初立法都已经讨论过，强制采检恐惊造成疫情调查困难，无法度掌握藏起来的感染者。除非有新的考虑，若无暂时维持即卖制度，也强调已经成立中央甲地方的专案工作小组，整合相关的资源，提供案件相关人适合的医疗处置，甲拄到这种代志支持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新竹市高水路便当店发生假释爆炸，造成2死2伤的重大意外。新竹市消防局对这礼拜开始呢，要针对新竹市2400多间餐饮业者进行这加速抗天然加速，也个广线的全面性稽查。想袂到稽查的头一天，就发现讲这业者的线路当咧漏加速。对业者来到餐厅后壁灶卡检查加速桶敢有放好势，利用专业机器来详细检查广线敢有漏加速的状况。这样子怕说有些开关或软管会漏啊，就这样子，我们用这个红外线来扫射这样。业者讲平常时咧使用加速，别真注意，没用的时阵一定拢会随甲加速开关紧起来。阮下班吼，最后一个人都要巡视一下吼，要关了。检查对因来讲。较安全。真好啊，真好啊。安怎讲？安尼对大家人身安全都很重要。厂商来帮我们做安装，如果说他的观念是正确的话，他的安装的手法，他的是正确的方向的话，是安全的。那其实我们在后面第二段使用者来讲的话，也是 OK 的。事故发生了，新竹市计划自这礼拜开始，要第3个月内检查全市2400多间的餐饮业者。稽查的第一天就发现有便当店的加速管有漏，要求店家限期改善。检查项目包含瓦斯使用安全的情形，以及一些消防安全、建管相关的一个情形。我们发现这个防止倾倒装置大部分都没有安装啊，虽然只是行政指导，我们也尽量的要求业者，以避免说在发生地震或者是剧烈摇晃的时候，瓦斯倾倒扯断了瓦斯管线，造成漏气。消防局也呼吁骑街的民众，若有加速桶，上好放伫通风的所在，避免加速漏唔知造成灾害。买固定好势，避免发生地动的时，加速桶倒去、广线断去，发生危险。而且平常时买定期检查，确保使用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打山填海了戆工”，不过这是一种新的科技做法。这行政院长杜永泰之前有讲到，解决营建的废土就是屯海，该屯落海是国家土地开发利用的重大政策。不过针对台中港的填海造陆计划呢，环保团体早起举行记者会，指控开发单位闪过宽屏违法施工，可能会让数量不够50只的中华北海猪绝种。国家正进入一个大填海造陆的计划。行政院长杜永泰月初到高雄港，伊讲台湾进入国家级屯海造陆的计划，要来解决国内营建土方无地墾的问题，这是土地开发利用的重大政策。不离个早起宽团针对中华北海地重要的栖息地，也就是伫台中港的屯海工程，因批评交通部将开放海域定义做是伫咧捕虾内底，互规个开发的行为即马拢免宽屏，批评这根本就是咧偷食步。我们认为这个做法是严重的作弊。宽团指控开发单位就安尼家己画一条线，就认为台中港南屯风区伫咧捕虾内底，若收的土方自一开始200万路币增加到1400万路币，这期会提去屯海，拢是无法度处理的砖仔角、黄门土角，染着化学物的废土，甚至是焚化炉烧出的灰。填海造陆绝对不是循环经济，它只是把海当作掩埋场在填而已，所以它是最终处置。宽团上届烦恼的就是即马数量剩无到50只的中华北海猪。填海造陆造成的影响，不只是海岸线改变而已，它整个基地的生态功能都会消失。填海造陆不会制造更多资源，反而会创造很多的浩劫。即马南屯风区敢真正伫咧捕虾内底免宽屏咧？环境部表示，交通部的回函有关是讲甲无清楚啦。觉得他没有实质提出说，在既有防波堤防护范围是否属范围，它的相关认定方式跟依据，他确实没有说得很清楚。3月宽团举行记者会，即期环境部接受交通部的讲法，否定开发的行为免去宽屏。会后环境部发函予交通部要求说明，若即届回复环境部并无接受，要求交通部爱重新说明，伫11进前爱回复，不离个疙瘩也未收到交通部的回复。若是国土署强调，这屯海土方受限定的污染较严重的B7类是袂使入去的。记者综合报道。无日这特别教路，这嘉义民雄的镇天府庙内面厝顶的大鸡娘，最近互人发现讲顶头有挂2罐肉粽。庙方也讲，唔知影讲为虾米顶头会挂肉粽，已经放53年啊。研究地方宗教学者认为讲，这可能有祈福求平安的意思。抬头看向厝顶庙的中脊顶面有挂2罐肉粽，肉粽互香火熏甲变色，因为挂的所在真悬，无详细吹阁看袂到。庙会注意讲，这2罐肉粽已经挂伫顶面53年，最近是因为有人发现来问，才阁想起有这件代志。是伫62年，迄阵中建委员会上娘的时阵大家用起的，嘿，到即阵换遐53天左右啊。但阮一个阿姑的囝才发现到，才伫甲因讲安尼，才豆豆流传安尼。最近伫嘉义县民雄乡的庙，到今已经有将近150档的历史。为虾米要伫中一挂肉粽？庙方主委嘛无清楚。向今年90岁，就是当初是包肉粽的长辈来请教，伊嘛讲唔知影。附近中正大学研究宗教建筑的学者指出，中一挂粽可能是合迄个音，有祈福的意思。是安怎要放安尼？你敢知啥原因？我唔知。你唔知哦？我叫我包，我就甲包我无。我嘛唔知。一罐白几粒？那买几粒我嘛袂记啊，几粒。可能一万粒吧，看不上会到。粽子如果是取它的那个谐音来，粽的话，它有一个刚刚好，就是对得上的那个意思。有人说，这个粽子因为它跟那个重量很重的那个重谐音，所以呢，那也就表示你这个粮放上去之后，它会非常的可以承重。教授指出，庙中一挂肉粽的风俗，伫外县市一寡庙嘛看会到。不过，伫民雄地区确实是真罕见。庙方主委表示，虽然唔知影原因，不过庙嘛因为这2罐肉粽，请一寡人专工来遮看，以外替传统的地方信仰带来趣味的话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加州呢爱德华空军基地发生重大飞案意外，一架美军 B-5支港运船堡垒轰炸机起飞无偌久就摔落来就火烧。这美军证实讲，军机顶头8名机组人员拢过往啊，也当地政府也封锁现场进行调查。
对空中看落去，一大片沙漠烧甲草火大，现场阁继续咧唱高音。大队消防甲急救的车伫四边抬兵。美国空军一只 B-52动运站堡垒轰炸机，15伫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飞上天了后无偌久，雄雄坠机。顶面的8位机组员全部罹难，包含美军的现役军人、政府的雇员甲民间的承包商。军方表示，这只轰炸机苏当时正咧执行平常时的测试任务。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a test.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确认现场画面了后，军方判定这是一站无法度挽回，而且无人活落来的致命的坠机。B-52轰炸机自1950年代服役到今，是现役上资深的轰炸机之一，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主力，会当挂上几架核子武器。因为无人机已经差不多烧到乌有去，增加调查的难度。军方紧急成立安全委员会收集初步的资料。At this point, we don't have any indication as to what the cause was of this. We won't be able to release that information, and we don't have an ability to get that anytime soon.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 interim safety board to do the initial gathering of the facts, and that will then lead to a safety investigation board, which will look into those root causes. 这站事故是 B-52轰炸机对2008年迄站伫关岛附近海峡坠机致使6人死亡的事件以来，上严重的致命飞行安全事故。军方表示，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按算至少要30天才会当出来。伫理清真相的时，军方也全力协助罹难的美军因的家属处理随后的代志，陪伴因度过这个艰苦的时刻。公司新闻电视人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伫法国的 G7 峰会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正式签一份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川普强调讲，关系到全球经济和姆兹海峡，上近拜五就重新开放。美国这项和平协议虽然让大家透一口气啊，但是呢，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是讲，绝对袂撤回军队，甚至呛讲，不管敢有协议，拢袂当互伊朗有协助。在 G7 峰会召开进前，美国总统川普甲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双边会谈。川普表示，伫华府甲德黑兰宣布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了后，专家已经开始通过荷姆兹海峡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航道，按算伫拜五进行全面开放。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need much help because we have an agreement where 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it's toll free. We had a little argument on that. It's toll free. 伊朗媒体报道，15暗时已经有3只油轮甲2只货轮通过原本受美军海上封锁区域。美国、伊朗甲朝廷国巴基斯坦表示，和平协议拜五会伫随时正式签署。不过，这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川普副总统范斯甲伊朗国会议长卡巴利夫其实已经透过电子方式完成协议签署。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态度犹原强硬，强调伊军会继续留驻黎巴嫩、叙利亚甲卡萨，一直到安全威胁解除为止。伊表示，这场战争让以色列免受伊朗核武威胁。以色列国内跨党派政治人物也对协议内容提出质疑。אני נאבק במאמצים של איראן להתחמש בנשק גרעיני. אני יכול להגדיר את זה כמשימת חיי. עמדתי בה עד היום. ואני אעמוד בה גם בעתיד. עם הסכם, בלי הסכם, 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目前协议内底真侪关键细节依然无清楚。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已经承诺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佮对战争期间造成损失提供补偿。等到核计划最后协议讲好了后，德黑兰会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That the state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war for the U.S. were 1,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2, regime change, and none of those political objectives were achieved despite all the firepower that the U.S. had. But the Iranians had one political objective, and that was to survive the war, and they did. 川普也伫社群平台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永远袂发展核武器。另外，美国维护伊朗3000亿美金的讲法完全是假消息，拢是民主党人散布谣言。不过，川普反驳好亲像出现落差。各方公开显示，所谓3000亿美金中建基金，毋是美国直接付予伊朗，可能是未来伊朗履行核协议，甲其他承诺了后，由本国家透过解冻资产、投资基金、加制裁绑定等方式提供的经济利益方案。细节依然爱等后续正式谈判才确认。
公司新闻陈秋梅评论。讲到明仔载呢，水汽犹原是正高，中南部含外岛地区爱注意青光雨，那北部地区呢是爱注意过昼了后的雷公雨。拜四天气渐渐稳定，到5日连假全台湾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29度。还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